100米后右转，成功抵达，干得漂亮！格伶丁洋同香港相望，於橫琴口岸看葡京璀璨。從百島之城騰雲而奔，呢一刻嘅香洲活上咗駿馬嘅美影。駿馬文化同空氣動力學設計巧妙融合，1.17寬高比，黃金車身比例，巴斯夫車漆，打造 A 級 SUV 顏值天花板。雲海暢行，生活嘅硬道理，放鬆一啲。情侶路要行一世，珠海漁女嘅愛情故事已經講咗100年。面對不滅嘅海浪，佢仲要繼續傳唱落去。64%得房率，同級最大嘅內飾軟包，劇場級環繞沉浸音，可以選配嘅前排座椅通風加熱，標配6項智能主動安全輔助。海風係偉大嘅畫家，抬頭一睇，無盡雲海，好好感受，剩低嘅交俾佢就得啦。靈眸智駕 2.0 Max， 同級唯一嘅無圖城市記憶領航輔助，30秒高效智能泊車，15萬內唯一跨層記憶泊車，同級首創雙動力車型，純電版本支持600公里嘅超長續航，滿足全場景出行需求。搭載同級唯一嘅2C 直流快充，充電20分鐘即可以保能300公里。插運版本搭載靈犀運動系統，綜合續航高達1100公里。如果生命得到滋潤，接落嚟請全力出發。無論何時何地，喺我哋遠行嘅背後，百島之城係永遠嘅碼頭。